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可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跌幅比较大。截至收盘，沪指跌0.79%，深成指跌1.21%，创业板指数跌1.36%，北证50指数跌1.98%，全市场4600只个股下跌只有700只股票上涨，也就是基本上都在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1.2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多了400多个亿的成交额。今天这个胡适表现可以说让金融消费者心碎的一天了，全天是低开低走，创业板指数领跌，市场氛围极度低迷。从这个板块表现来看，分化非常明显，油气石油加工板块涨幅居前。在这个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波动的背景下，油气股逆势大涨，前期强势股现在都在下跌，很多出现了跌停可控核聚变、稀土永磁、服装家纺、创新药跌幅居前。从盘面看，主力明显控制着指数的下跌虽然这个沪指好像跌的不多，但实际上个股跌的还是比较深的。这里面又是有人在拉银行股还有那个2桶油让这个指数继续进一步失真。实际上个股跌得很惨，所以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今天是可以说惨痛的一天了。我看了一下新闻伊朗发射这个超音速导弹击中了以色列在特拉维夫的这个证券交易大楼，交易所被击中。以色列的这个资本市场什么表现我不知道，但是咱们胡适积极响应，感觉这个导弹击中了以色列的这个股市，疼在胡适的身上为什么下跌呢？其实不用找太多原因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在这个3300点、3400点，它往上走没有理由，找不到理由；往下走呢，有人不同意，总有一只大手拖着的，拉银行股拉这个保险、券商，轮流拉，已经拉冒烟了。涨你得找出理由你得讲故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涨呢？有人说科技股这不就闹笑话了吗？北京商报今天发表一篇评论，说科技资产正成为 A 股主角。6月18日，陆家嘴论坛上，这个村长表示，创业板正式启用第3套标准，支持优质未盈利创新企业上市，同时支持编制更多科技创新指数，开发更多科创主题公募基金产品，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参与科技企业投资。政策红利不断，交投持续活跃，科技资产正成为 A 股的主角，在资本市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这个北京商报说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激发了市场对于科技资产的投资热情。从市场表现来看，科技资产的标的表现抢眼，成为市场的领涨板块。这背后不仅是投资者对于科技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更是资本市场对于科技创新价值的高度认同。我一想到高盛把拼多多、百度列为这个中国科技股的典范跟美国的科技7巨头这个相提并论，我就感觉这都是高级黑这个新浪财经报道说，新 ST 恒力退市的背后，连续21年亏损，阻挠审议程序，紧急收购资产。6月18日晚间，新 ST 恒力连发多份公告，披露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期为2025年6月25日，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7月15日。公司股票于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该公司同时表示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深交所风险警示版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且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你说说，就这样了，马上就要拔氧气管了，他还要重大资产重组，连续亏损21年。同花顺信息显示新 ST 恒力全称为恒力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于1996年登陆深交所主板。
公司主营业务是汽车空调及零部件业务和贸易，是国内最早从事汽车空调零部件行业的企业。由于长期经营不善等原因，使得新 ST 恒力几度游走在退市边缘。2005年、2016年，公司2次被实施新 ST。2006年到2013年，公司一度被暂停上市7年，最终通过股改引入新控股股东及变卖资产、债务重组等资本运作，扛过退市危机。根据同花顺数据自2003年起，该公司便陷入了亏损的泥沼。2024年4月30日，恒力实业因2023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相关规定如恒力实业2024年经审计的相关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出现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情况，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为了保壳，新 ST 恒力试图通过收购资产试过退市危机，但结果未能如愿。为什么念这么多新ST 恒力的这个报道呢？一家96年就在深交所上市的，现在已经30年了。30年里面，他21年都是赔钱的。2005年就要退市，第一次退被他糊弄过去了。2016年又要退市，又糊弄过去了，这回是真要退了。也就是说这胡适都是些什么公司早就该退了。21年都不赚钱，中间3次退市，2次退市都给他什么债务重组、什么资产重组讲故事，害了多少人呢？你说他在胡适这么多年，多少散户在上面赔钱，现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这个他还没打算退市，还要资产重组。实际上2025年6月2号，该公司便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涉嫌虚假披露，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也就是说，不光是业绩不行，他还造假，对吧？这么一个公司，居然在胡适混了20多年，年年亏损，年年讲故事。然而胡适像新 ST 恒力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呢？你怎么保证你买的那个股票不是新 ST 恒力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再看一个新闻这是新京报报道说悬赏10万寻人。6月18号，网络流传一则悬赏寻人启事，称一名叫刘明军的男子在西藏墨脱跑山时失联。寻人启事显示，刘明军报名参加西藏林芝越野赛，为提前适应高海拔，6月9日上午自行进行赛前练习，并找当地司机送他去跑山，随后失联。寻人启事称寻找社会人士帮忙寻找刘明军，并被酬金10万元。19日，新京报记者从刘明军家属处获悉，酬金属实，刘明军暂未找到，正在搜寻。大家看视频10万这个悬赏金是真的是吧？是的，是的，我找到了，我们10万的救援这个酬金是给的。我们已经找了一些专业的救援队，今天已经去了。气候非常不好，这两天的下雨大雾，很冷高海拔地区。现在没有现在这边已经当地政府都已经出面在协调这些事情了。肯定是专业机构嘛，还有当地的牧民嘛，他们也会，当地的政府也在组织牧民。现在好像还没消息我们分部头跟我们好像都在找。那天因为他那个地方的话是属于两边交界，我们的人也在找，他们的人应该也会。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这个刘明军是前华金首席财富官。我看有媒体报道他是高度近视这个西藏的墨脱林芝，对吧？那些地方那个气候条件那个地形复杂情况非常严重，也就是说非常复杂。这个我记得墨脱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没记错的话，那个墨脱对面好像就是尼泊尔，就是隔条河。实际上一个在大城市在这个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的人
呐，去这些地方，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放在危险之中啊。这个和胡适是一个道理啊。我们很多人呢，比如上班或者做点小生意，搞得都是有声有色的，很不错。但是进入这个胡适啊，他不知道有风险。但你在北京，你在上海，你在杭州待习惯了，这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对吧？这个地方，你要去到那些地方啊，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是很多人会忽视这些，他觉得那个地方有人，人家能待，我也能待，当地人没问题，因为当地人习惯了跟那个恶劣的自然条件、气候做斗争啊，他们已经适应了。作为一个城市里面人，根本不适应，稍有不慎啊，那就是出大事。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啊，就尤其在城里待时间长了的，喜欢户外，而且他喜欢那种徒步啊，那种就是人特别少的地方，人迹罕至的。你不要说这个西藏了啊，那地方气候更加恶劣啊。有很多人喜欢跑秦岭，什么鳌泰县，还有北京郊区啊，北京那个什么西山那边，哪一年不走丢几个啊？这个也符合幸存者偏差啊。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些啊徒步啊、户外那些光鲜的一面，那凶险的一面看不到，因为很少报道啊。就像那个登珠峰一样啊，咱们看到的都是登顶成功的那个喜悦，对吧？那些照片，实际上那个登峰那几条路线上全是尸体，那些尸体也没人管，最后就变成地标，永不腐烂。说来说去跟胡适是一个道理啊。胡适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是暗流涌动啊，风险极高。我们再看一看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这几天为他的老朋友啊伊朗那也是操碎了心啊，因为毕竟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越来越少了。胡锡进老师今天啊发了个微博说啊，特朗普正在图穷匕见，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对于伊朗谈判已经失去兴趣。那可不嘛，特朗普说了给他2个月时间，结果2个月到了，伊朗还在那拖啊，耐心已经被耗尽了。当然了，这是特朗普自己说的啊。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要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由伊朗政权坚决拒绝投降，美国直接下场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迅速上升。当然，他说也有少数分析认为，特朗普是在对伊朗搞极限施压，未来24小时或者几天将是局势关键时期。美国如果发动打击，有2点将最受关注啊。胡锡进老师认为有2点，他第一个是美国的首要目标很可能是伊朗福尔多地下铀浓缩设施啊，因为以色列没有能力摧毁它。但是人家以色列说了啊，你美国不帮忙，那我们可就自己来了。以色列要准备出动特种部队啊，我觉得以色列有这个能力啊，因为他这个伊朗的这个制空权呢已经被以色列掌握了，特种部队很容易进入这个福尔多这地区啊。执行这个任务，执行完了就撤。胡锡进老师说啊，要摧毁福尔多地下核设施，也只有美国的战略轰炸机能够运载美国的钻地弹。他说，但是那处核设施不仅建在山中，而且处在地下90米，美国的炸弹到底能否完成摧毁，也要届时观察并验证。国际原子能机构周二表示啊，机构核查人员未发现伊朗正在开展制造核武器计划的具体证据，但是这一表态已经很难成为影响当前局势的砝码。胡锡进老师说啊，第二个被高度关注的目标是哈梅内伊本人，说以色列已经表露出杀死哈梅内伊的强烈意愿。特朗普也已威胁哈梅内伊说，我们知道你躲在哪里，一旦刺杀哈梅内伊，将是美以推翻伊朗现政权的正式号角。但是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包括杀死哈梅内伊，也包括通过这一行动实现对伊朗的政治颠覆，同样不是美以说到就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胡锡进老师还是抱有一丝幻想啊，对这个老朋友的这种担忧，加上一些这个鼓励啊。一方面又担心这个美以啊要除掉哈梅内伊，一方面又给伊朗打气啊，他们除不掉，就这意思啊。他说，伊朗地域辽阔，面积是伊拉克的4倍。他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不敢进行地面入侵的情况下，关键要看伊朗人民在接下来的艰苦日子里到底采取什么态度。首先，这里面胡锡进老师有2个误区啊，什么误区呢？第一个，他说美以不敢进行地面入侵，这个过于武断了。这战打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敢不敢的？人脑子都打成狗脑子了，还有什么敢不敢的？现在是能不能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你以为以色列没这胆子是吗？条件成熟，他自然会派兵，是吧？所以说啊，认为美国和以色列不会派兵，这个是错误的。现在网上我看那个正能量啊，天天喊着要这个哈梅内伊，要这个伊朗要顶住，再顶个几天，以色列就投降了。为什么呢？
他们的这个核心逻辑啊，底层逻辑就是你以色列不经揍，你以色列死不起人，只要把你人炸死几个，以色列国内马上就乱了啊，就反战。内塔尼亚胡啊，只能鸣锣收兵。我伊朗呢，没事啊，随便炸，我们能扛得住。它的核心逻辑、底层逻辑就是吃草都能扛3年。你说说，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你讲不出理出来。就是说到最后，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就说到最后就这么一句话了。我穷我恨呐，对吧？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这意思啊。哪怕那边是吊打、降维打击，他都视而不见。总之我恨，我不要命，你就怕我。胡锦老师第2个误区啊，他说关键要看伊朗人民在接下来的艰苦日子里到底采取什么态度。什么叫艰苦日子啊？搞得好像伊朗现在这个老百姓过的日子不错，人均收益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少啊 ？GDP 是多少？伊朗人有自由吗？伊朗人现在就是苦日子，你接下来还什么苦日子？还有比现在更苦的吗？梅姨人家来是要推翻的是这个神棍，对吧？这个政权，这个骑在伊朗人民头上的这个教士集团呢，宗教小团体。寄生在伊朗人身上的这个毒瘤。如果伊朗人，对吧，要维护保护这个神权这个政权呢，那哈梅内伊给伊朗人发武器不就完了吗？就像乌克兰一样的，乌克兰刚开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乌克兰人人发枪，对吧？你可以领枪啊。我当时还认为这乌克兰乱来，你这本来就大敌当前，让你再一发枪，不就乱了吗？到时候抢劫，对不对？治安就整个乱了。结果恰恰相反，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伊朗，对吧？这个哈梅内伊敢不敢把枪发给伊朗人民，让他们跟美帝跟这个中东小霸王这个拼死抵抗，让他们守卫德黑兰，敢不敢？哈梅内伊敢发枪的话，那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恐怕都能笑醒了，因为伊朗人民拿着枪，指不定把枪对准谁呢。所以胡锡进老师他基本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应该按高级黑来处理。胡锡进老师最后说他说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的部分设施受到打击，军事领导层受到重创，但是伊朗的国家机器尚在有效运转，伊朗仍能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有消息说，以色列已经开始面临拦截导弹不足的问题，形势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你看到这个时候了，还在盼着奇迹发生这就好比那个叙利亚朱拉尼带着他的这个士兵骑着摩托车，背着冲锋枪，这个冲向那个大马士革这帮人还在那喊这些人不足为虑这才几千人呢，对吧？结果叙利亚立马变了天了。不要以为哈梅内伊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固若金汤，那个革命卫队也有可能会调转枪口，因为他们分赃不均。哈梅内伊现在防的不是以色列和美国，不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那只是表面。哈梅内伊现在防的是内部，随时会出现问题。30年前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对吧？他的据说战斗力全世界排第3，后来把这个美帝给忙坏了，100多万共和国卫队不知道在哪，这美帝到处找找不到消失了。胡锡老师30年后继续看好伊朗的革命卫队，这伊朗的革命卫队这些骨干分子早就准备撤了，想方设法的逃到这个中亚，逃到俄罗斯去。级别低一点的呢，准备要混入老百姓中，对吧？准备把衣服一脱，平民的服装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换了。胡锡老师难道不知道吗？到时候美帝和以色列一打进伊朗也是一样发现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找不着人，不知道跑哪去了。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